迄是民俗叫做改作道啦吼。但是你若当用什么方法，让互你家己会当自信的启悟甲自信的觉悟，吼，你会当当下会当即时会当得到解脱道，迄叫做顿觉，迄嘛叫做顿觉。所以伫迄个华严经啦吼，有一部话讲一念清净啦，即超披三千的烦恼。伊即个物件就是讲，咱人的自性中的内当中啦吼，因为其实即个教义拢是一种的方法。其实教就是要互你体悟，道就是要互你证道，运种。教就是要互你体悟，就是讲我今仔日无了，我甲伊找到宗教的内底，互我会当要安怎人较接近。我能证悟迄个物件，所以咱伫金刚经内讲，欲心处相，我定事相；欲处法相，我定事相；欲处非法相，我定事相。我相、理相、众相、殊设相。虽然伊用着欲心处相、欲处法相、欲处非法相，伊这物件拢是一个法。但是你伫这法的内底当中，因为你到尾都爱落去哪？落去再落去妄想这种不一定对的物件，所以伊种是一个方法。但是因为咱伫华严经来讲，一念清净，超披三千烦恼。就是讲，你伫修法道内底当中，你有法度提到你家己自性中一念无二念。过去、现在、甲未来，迄叫做一息未息。那安尼当中咧，你当下小乘三批的烦恼，小乘、中乘、甲大乘，超乘三批的烦恼，就是讲你已经爬去到最上乘法。安尼对啦，伊一句话就咧甲讲啥物？这个物件就咧讲，像咱读册，我读高中。有阵跳去高中，有阵跳高中，大学无读到硕士博士嘛有呢。迄已经会足悬啊呢，迄地位足好啊呢，当时安尼吼。所以这个安尼来做解说。那因为咱今日讲到着这个尊重正教文啦吼，咱把伊的全文啦吼，咱来读一遍。求处殊菩提。求处殊菩提，伫经典讲叫做求处啦吼，若一般叫做福处啦吼，求就是讲读破音字叫做求，福处就是咱的土音啦吼，经典来讲是经典因过去前8只讲解，讲咧经典咧读求处啦，毋是读福处啦吼。虽说是经，虽说是经。乃至数其顶，乃至数故其顶，当知处处，当知处处，一切世间天人阿修罗，一切世间天人阿修罗，皆应供养，皆应供养，如佛塔庙，如佛塔庙，何况有人，何况有人，能受其托相，能受其托相，殊菩提，殊菩提，当知是云，当知是云，成就最上第一稀有之法，成就最上第一稀有之法。若是经典所在之处，若是经典所在之处，即为有佛，即为有佛。若尊重弟子，若尊重弟子。所以即句话呢，应该用尊重正教文。讲因为咱今日凡夫的众生，甚至讲今日你学小乘、中乘、大乘的人，如果今日伊即个人若咧学乘法、上乘法，即个物件内底当中，咱大家拢爱互相赞叹，互相即个赞叹啦吼，因为咱互有感受着啦感受一个问题。就讲，你无管是佛教的弟子也好，甚至是佛教的迄个
电台也好，迄话我法师开起，就开始咧批评啦开始咧批评，尤其咧伊个都嘛批评车车行啦感谢咧，你嘛有听到。毋过人生活人一寡大法师人伊有安尼讲人因一寡大法师逐个语言咧受到正教，逐个咧受到正法，逐个应该做善事，拢做佛事，逐个互相赞叹。我毋是徛伫你的法门，你无徛伫我的法门，我徛伫你的法门，你讲你叫得对，我无徛伫你的法门，你讲毋对。安尼若要甲讲起来，二人互相逐个相批评啦安尼敢是叫做尊重正教？安尼毋是尊重嘛毕竟逐个会互相批评，所以咱大学一直咧强调就是讲，今仔日咱伫修办道内底当中，迄叫做受用受用。受用修就是咧培养，培养就是咱一定要培养尊重。尊重啥物人？凡是会修学的人，会当做善事的人，你拢要尊重。你要有这个修养。换一个解释，你要有这个度量，来去包容。你问我有和我做伙，我就讲做伙，无和我做伙，我就讲批评啦，一无所有，一无，这袂使安尼说。所以经文经伫第12分内底当中呢，人佛道就讲，爱尊重伫同修的正教，逐个兄弟姊妹拢徛伫一个修道、学道，逐个真正要共生正道的物件啦那因为拄则迄是即个12分内底的原文啦后壁咱看到，咱这是段落的这个文啦求诸四菩提，虽说是经，乃至事于顶，当机处处一切世间天人阿修罗，应该应供养如佛他庙啦毋过这句话若要甲解说起来，就讲，当然，离佛道，伫讲到经文经第11分了后，因为伊已经知影讲，真正的信法。真正正道内底当中，超越着一切3800世界的即个物件啦简单讲起来，遮尔殊胜，遮尔宝贵，遮尔绝对的真理天道内底当中啦所以呢，伫即个内底当中呢，即定人，大家会当修到即个大乘正道啦但是这点嘛是一个真正无简单的物件，所以呢，伊12分来讲，求处就是讲继续着你11分的后壁，继续迄个求处就讲再一处继续，就讲四菩提，虽说是经，乃至事于顶。当然，伫这内底当中，咱有做一个解说啦那迄个求处内底当中，就是进一步四菩提以前就安尼啦虽说是经，乃至事于顶，伊这个意思就咧讲，如果你若随言随处，读上解说金刚经，甚至解作金刚经内底的一段话。叫做四故义啦因为是安怎伊讲虽说是经，因为迄个虽说是经，咱知影这段话就是伫金刚经的内底，所以呢，因为伊是直接指着金刚经内底的一段话，简单讲啦其实若要甲讲较快因为作者大乘经典，拢会当互咱见成成佛的法门。反正你若会当伫遮尔大乘经典内底当中，你当时佛道啦迄个迄个佛界经啦三藏十二部经内底当中啦，即大乘经典物件啦其实会当互咱开悟，会当互咱证道
甚至到经典的历史大会，伊差不多即句话嘛是安尼解说。如果你若来解说较夹义的，对这部经典的对啦，较夹义啊，较广义，就是差不多你一切在成经典的内底当中，你拢会使来解说伊。所以有阵个经典出来了后，咱就甲讲到愈讲愈少去，伊毋知佛陀咧讲的物件，虽然照着这部经典咧讲，但是其实伊的讲义就是，反正会当互你见成佛。比如讲，咱今日咱就会得到三宝心法，三宝心法，你若用着夹义讲，天管口合道，就是天管口合道。用着讲义甲讲起来，伊到什么经典就来记载。伊即句话哪来讲？这来讲啊。成就最上第一稀有之法。即句话就来讲，成就最上第一稀有之法。就是叫这接触有法作真正地主。即句话是安怎解说？因为成就就是圆满无缺嘛。圆满无缺嘛，圆满无缺，什么叫做最上？最上是清净法身份的，最上第一叫做圆满报身份的，稀有叫做千百万法身份的，稀奇小有嘛，毋是叫千百万身份嘛？若安尼当中，你今日即部就成经典，互你咱成就最上第一稀有之法，就是经典这是有分。若即部经典不来无分，这第一个解说。第二个解说，成就，互咱圆满。什么叫圆满？这个叫做哪？无上、最上，就是讲咱讲圆观嘛。即句话就讲叫做考官嘛。即句话就叫做合同嘛。自派乡下怀中能托九九大随观嘛。所以呢，你甲拖入来。拖入来，咱就讲三宝心法。而佛教上伊咧讲嘛是咧讲这物件，免除无相像。但是咱今日去三宝心法，伊甲因咧讲有相像无？其实伊完全无相像。所以后壁咱会讲着啦，所以而且先讲着这先互咱大家了概念啦，咱有一个概念。咱佛咧讲的经典是咧讲啥物件？所以伊咧讲。虽说是经，这个虽说是经呢，因为这有分做4点啦，这有分做第一4种的解义啦。虽说之人，虽说之义，虽说之经，虽说之处，这分做4个问题。因为虽说是经啦，你虽说之人，第一叫做虽说之人啦。你咧讲经。讲法一定要有发心的人，无管你出家还是还俗拢好啦，只要伊发心去读受持为他人说的金刚经，这个功经拢叫做无量无边啦，但是我请问，你今日这个人听无？你讲这样听，讲有路用无？你无随说之人嘛？你不是为大乘者说，不是为最上乘者说。你讲无一个毋捌咧说，毋捌咧听，你讲到老破你嘛听无？嘛对无咧大客。今日咱这逐个若听无，咱咧坐这毋咧，这来落坐一空个，对毋对？伊要讲经，爱讲无随说之人听咧。咱互我去到泰国37年，37年，我嘛咧讲金刚经，我嘛咧读做半篇。第一，讲金刚经的翻译出来，伊袂晓翻。咱金刚经的物件，迄有另外泰国有另外一种咧解说佛教语言的，毋是像因用一般顶的文字怎甲转过呢？迄文字呢，讲到底无啥意思呢？所以就会好当的。建议，你咧讲有今仔讲着金刚经，我听拢无。讲你敢平时听我咧讲金刚经？我去泰国敢讲过金刚经，我37年我伫泰国捌讲过金刚经，但是你叫中国大陆，你若中国大陆，你若去到，无论去到泉州也好，晋江也好，甚至你到青岛，较好，
迄真正若无经典，迄食袂饱诶。迄经典拢背起来咧，无论是四书五经啊、心经典拢背起来咧，是毋捌意义尔咧，伊拢背起来咧。咱互我有一摆去迄个一个刘律师，甲一个史秘书的两阿我去到刘律师，有一日我拄去因遐做客，甲干朋友闹去，安尼啦，阮太太有去。这史律师吼，因两阿某拢有书嘛，去叫一个跟以前兵咧做老师啦。毋是，我想着咧做牙科医师，做牙科医师啦，安尼啦。就上我去啊，台湾的啦，就叫的啦。叫咱我含伊了解，我嘛毋知伊有咧读金毛经啊。但咱我当中我知影，离中国大陆，尤其是青岛即块、山东即块，因为山东孔姓人，会出世的所在嘛。你甲讲起来，你读个头足好个咧。你嘛看迄维基因里内底咧，无咱讲山东出姓的，敢是安尼吼？所以伫遐当中，咱讲经讲好听。讲好伊讲，黄老师，你真就是咧讲安尼哦。我拢你讲的，我拢知影。你讲这段我知影，但是我毋知意思。我毋知意思。讲你是毋是下当再继续，讲互阮听。你若知影大陆，我著去即转尔。去我要倒，我头有可能我怎说？规组讲我听，无可能。因听到了后，因知影咱讲对大话，但是伊一直爱你继续讲我听。因为伊知影大话，比如讲你念过了后，伊知影，毋知意思，安尼听有无？你甲讲对大会知影，但是这你若去到山东啦吼，你甲讲一个一切法，食袂饱，我无骗你去泰国甲讲这物件听无？安听有无？叫做随说之人啦，迄个随说之人啦。所以呢，因为伊即个人，就是爱听有，听无你讲我听，拢倒去。所以咱今日大家先中意啦吼，咱大家会当讲听即部金刚经，毋过即部金刚经，伊的即个功力偌大，伊即个功力偌大。咱互较出嚟，真正咧用金刚经的功力咧回答。我拢毋讲功力，我少回去到的时阵，我毋知我讲互恁听毋知。我去到的时阵啊，迄个马来，就厝监啊，厝监因祖囝，厝监因祖囝伊含一个男朋友，要谈结婚呢，就怀孕，无代无志。伫我倒了后，因翁毋知安怎叫巧命，叫死，叫死，迄个囝嘛爱生出来，对不对？生出来，我一个查某囡仔，甲即已经15岁啊，看咱真大汉啊，15岁啊。厝监因这个查某囝住伫银行咧上班，迄厝咱我去伫对呢，去伫迄个槟城咧开工，厝监阿芬啊，就传这个查某囝3个去啊。去咧斗帮忙，到第2日内底当中，厝监伊手举咧，拄来，为什你甲讲一下？我阿孙啊伫遐紧张吧因暗时啊安尼火啊4个光4个光脚骨被爆着，有声音。阮阿孙是惊啊，哀爸叫好惊啊，安尼会惊袂？你会惊袂？根本我看到你听到你就惊我有骗。一个祖囡15岁祖囡仔，手举叫我甲媒体大家讲，我媒体大家，我是无性格，我帮扶天，我访问袂了才开放。因妈妈含因阿嬷今日喊我来遮，说个开放谈话。但是你毋通互这个囡仔听到，你有这个囡仔听到，你嘛是唔业，你嘛有业。因妈妈来遮办桌嘛是咧做副业，你和妈妈住的，你嘛是无较有利，所以就讲我到尾我讲，因当然甲你有关系，你当然会找伊；甲你无关系，你袂找。
但是过去恁的观念我无了解，恁的什么观念我无了解，但是如果伊有欠你，我今日负责人，我今日来互我做主，互我来讲，来做调解，我把我离合成咧讲的金光片的工作回向，我会当咱讲了，回向向的所以无伊呢，无伊，电话我就安尼讲，我讲了，电话伊就调伊房间啊，房间啊，就无听在讲到的，安尼，结果来呢，拄来呢，听讲结果拄来是咧确认，有到底伊有要安尼做，是我是听安尼讲，我嘛甲讲，确实，我是照我咧讲安尼行。希望你袂当讲搁再想好，就安尼转去了后，到即嘛迄无形代志拢无来。我即袂办当去迄个新加坡倒来，因妈妈讲我除了开始，迄代志拢无。有即个金光金的动力，甲金光金的即个功德有大无？因为这个功德毋是一种福德的物件，所以只要无形代德，你甲伊沟通，回向互伊拢会接受，绝对拢会接受。所以咱来知讲，学金刚经嘛袂当听金刚经的人，拢是福报足大的人。你像我咧讲的迄个古经理古灵法，我之前咱就讲过，因迄太太有一摆我去去迄个宜兰，我伫遐咧讲道理互因听，讲个金刚经去，因太太咧甲我太太讲，迄个讲经，迄个金刚经咧讲迄个回向咒，我都病到就要死人我请一个尼姑专门来上金刚经啦，上到我身体才用起来，迄是伊家己讲互阮太太听伊家己讲阮太太听，讲伊上金刚经上到怎用会好好去安尼，所以人要甲讲起来，咱确确实实，咱金刚经内底确确实实金刚发这个确实真正伊不可思议的功德。咱大家会当讲，大家来这用学这部经典啦这嘛是咱大家确确实实有迄个根基到迄个祖德到迄个福报。那第二呢，伊讲叫做随说之意啦只要你依照金刚经的法义来解说，你莫家己讲一寡家己无好，你来当依义，我常咧讲趣话啦金刚经的经典，经典你会使讲切，你袂使讲毋对，会使讲切，随说之意会使讲切，袂使讲毋对。我过去捌讲一个讲，离迄个菲律宾，冰淇淋啊，我错毋甘愿，我错毋甘愿。讲你是咧冰淇淋，你是咧毋甘愿呐？伊讲进前一个讲出来啦，讲我已经生活4佛啦，不1佛、2佛、3、4、5佛、20成，我就生活4佛啦。后一我生活4，我一世人来去食牙苦，牙苦。我现在来讲生活4佛。讲进前的时阵啊，当初人咧讲，讲并入去那边是马地的啦并入去毋是你听毋对，就是讲毋对，伊毋是你听毋对，就是讲毋对啦。那有讲1佛、2佛、3、4、5佛，后壁有安尼讲义正成因啦。你是供养5佛，毋是敬5佛，爱听好。毋过你供养尔，你修福尔，你含阿罗汉你证袂得，含修为你都无修。你要证得阿罗汉，要证得天智慧，要证因果菩萨，要证得菩萨，他不可能，这都不可能的代志。讲安尼我无袂怎。所以随说之意，袂使讲毋对的物件。所以呢，依法义来解说，毋管所显的是思想，或者是本的理性。经义、讲义甲讲义清澈，或解说修行人的义理，只要你
袂使去金刚经以正确的佛法去为他人说，那安尼你的功德无量无边。啊，若讲咱我现在讲话讲对，迄就袂使哦，迄就耽误人哦，迄叫做哪意盲引众盲哦，啊，烧传如花起去哦，迄就差足济哦，所以就叫做随说之义。第三呢，叫做随说之经。好，要经，迄个随说之经的意思就讲经典的一段话。毋是四句句，伊即有讲着四句句，但是四句句咱过去嘛讲过足济。哦，印度语无四句，恁若要去看印度语啦，我嘛袂晓会啦，迄讲话我嘛袂晓会就对啦。啊，写迄个物件规串就落来啦，迄嘛毋知写哪，我嘛毋捌。敢是安尼？其实咱真正拢看无。但是伊的意思是讲经典的一段话，哦，经典的一段话。比如讲，咱过去捌咧讲，凡所有相，皆是虚妄；欲见诸相，非相即见如来，即个是段话，毋是一定要四句来。26分32分，咱中国人话分做4句，但是呢，因为离印度文伊无4句。所以，咱讲随说之经，就是说伊一句也好，只要《金刚经》规定落来，伊的中句有一句，能解说功德是无量无边的物件。第4句话叫做随说之处，讲经有讲经的处所，哦，过随说之处，迄个处所早年会当成就，即个处所。咱嘛知讲，离佛道，因为伊咧讲经说法的过程当中，无离一定离一个所，因为虽然讲四字16岁，迄有一个固定的处所，但是因为伊有点仔抱迄个叫做菩提树下，伊见有机的人，哦，见机说法，观机说法，哦，因为伊看到即个机缘好人。伊当下伊嘛当下就说法，伊嘛就是安尼，所以这个处所不拘于在山林，其实城市拢可以。这个所在会当有佛道行过，而当下伫遐咧讲经说法，而迄个所在会当成就，迄个菩萨，迄种作无简单的所在。咱过去捌听讲，佛道里底恒河溪畔，恒河啦印度叫做恒河，啊，这恒河有5000公里啊，但是佛道有当时咧讲经说法的时阵，拢会去回恒河，迄个恒河两办讲经说法，安尼啊，所以伊若讲到大数语，拢用到恒河沙数、黄河沙数啊，来咧做比喻。来咧做比喻，但是互你要偌济恒河沙数的物件，比如拢不足以受持独上，乃至于所有点为他人说的功德，拢不足。所以呢，伊到遮就来讲，功德是无量无边的物件，这叫做随说之处。随说之处，咱后壁咱拄则迄句话甲咱讲的是讲，只有甲咱讲的是讲，乃至所利顶，这个所利顶，咱互我拄则讲，你要讲这4段话内底当中啦，无论是经典内底当中，有一段话会当互众生开悟，会当互众生成菩萨，你拢功德无量无边的物件，咱去依赖，我拢来甲讲点啊，讲到。这个3000大千世界，不足以受持独上出经乃至所有经为他人说。因迄个宜兰顶，迄个陈阿嘴，古先人，我即摆若出去我拢会时阵用着你咧讲的迄段话，
讲互你讲3000大千，一亿粒地球、2亿地球、3亿、10亿粒地球，七本不足以受之独上，从今来之所以为他人说这个人，我拢有一段的，所以随一段话。但是伊惊这段话内底当中，伊走遍台湾对一个所在，伊拢有这段话咧讲。我这两日大概联络着，伊嘛讲，我这唔好，我这个出偌好用咧。我讲这毋是我讲，这是佛陀讲的，我讲无力量啦。佛陀讲的，啊你佛陀你听佛陀讲嘛，我就听你讲的。我伊就安尼甲伊讲，所以讲，惊一句话，你这句话互听落去。会当为成道，你即句话价值无量无边的功德。所以而且当中呢，伊才甲你讲哦，当地输出，到这个所在就讲当地输出，这个经典内底当中又甲你讲哦，虽然乃至属于点当地输，当地出数，即句话就是遮啦，咱即我甲写倒转来，互恁知影者当地这个处所是对一个处所呢，是紫金光金的处所，当地输入佛法光金说法。咱头我过去甲讲的，有一个六成就的内底，如是我们一时不在笑语声，祈求急过读完，以达一种定1200个，我就认为这个六处，这个叫做六处所。当地出处就是讲，我伫这个六处所，当地就是咧，特别讲经说法的时阵，如是叫做显成就，我闻叫做闻成就，一时叫做师之道这个所听究竟啦来就是咧甲你讲，坤就是自成就，五就是咧甲你讲。这个祈求叫读完，叫做处成就。第六，以大必求正定1520人无，这个叫做初数，这个叫做上成就。就是讲，因为佛要讲经说法，一定要有这6种的成就，这欠一种都袂使。毋知讲当地你了解佛要讲经说法，这个6种的成就，无成就这个因缘。当地出处，我因为成就这6种的因缘，佛绝对无照讲经说法。所以呢，但是伊来讲后壁佫继续来讲，当地说你这个人会当伫这6成就内底当中，会当来开展了大法门。伊就讲一切世间，一切世间，天人阿修罗，该应供养。一切世间，一切世间包括3界六道，欲界、色界、无色界，这叫3界六道：天道、人道、阿修罗道、魔鬼道、畜生地狱道。这叫3界六道的众生，天人阿修罗该应供养。佛伫这个讲经说法内底当中，后壁32分的内底。佛咧讲经说法了的时阵，因为必求年苏摩地及必求年优波离优波色，一切天人阿修罗闻佛所说，皆大欢喜，信受奉行。离金刚经的上尾讲一段话。毋过这段话伫12分的内底当中，伊已经就讲到这段话。这段话咧讲安怎？离佛咧讲的这个处所的内底当中，离一切的世间，包括欲界、色界、无色界，包括六道、天道、人道、阿修罗、魔鬼道、畜生道、地狱道。毋过六道内底当中，伊欠着三恶道无讲出来，伊讲着三善道。三善道就天道、人道、阿修道。这3条的3恶道就讲出来，所以呢，现在为什么3恶道众生无供养呢？因为3恶道众生伊毋是毋知人供养，伊袂当来供养。咱知影，3恶道伫迄个恶道内底当中，因为咧受苦受难，伊通一个时间来供养。
我来做着做简单的比喻啦，换日工啊个，好，换日工啊，伊讲无当时做事，伊竟然讲到就得这个非常伫咧讲话啦吼，因迄人马上讲听不发出好，伊较有可能能出来。啊，对刑期还未到诶，你还想为关这个要判死个关你，当天关到死人关未出来，你安怎出来才强了？这意思咱听无？因为用刀嘛是安尼个，无几刀出生个，第六刀这三刀伊嘛伫咧受刑受法，伊嘛无机会通出来听天言阿修。咱今日人啊，咱我讲做这些，好，我讲做这些。有无形内底，而且听伊想要听有无？有，是因为你目睭无看到尔，毋是无形内底，伊无要爱这个，伊必然要学，但是伊无身体，伊无身躯，人来听法，有阵时伊会要招着人，要来听法，但是袂使这阴阳眼加阴阳这袂使，伊会当伫边来启发，伊无法度。人今日去晓得真正所在，天人阿修，伊才会讲出来。哦，但是伊到尾来供养，就咱主席讲的三宝道，因毋是毋知能供养，因出来就供养。但是无机会，我来讲就是简单的比喻啦。看你交到遐人有分做做过来接受嘛，对毋对？嘛犯人较轻的，啊嘛犯人看较重刑的。甚至嘛，还有关30个死刑的关系啊，嘛暂时要变毋知有，迄重有无？有，但是伊关于迄个当中，伊真较袂后悔伊的过去，伊敢有想要将我补罪？有，但是伊有机会来将我补罪无？无机会。哦，安尼，迄个啥，迄魏家人 ，KK 园区的魏家人，魏家啦，魏家、林家啦，罗家因个四大家族，迄加一个迄个，加一个迄个什么白家，哦，白居的白什么？迄因白家判11个死刑，魏家判5个死刑，为什么人？哦，你 KK 园区做皇帝啊，你来判死刑，目屎流落来，伊安尼讲。讲若会当互我重新来做人，我要做一个平常人。你入网络倒看，因为我咧讲，我要做一个一般的人，我无爱做这个物件。即世人来死我一个。迄你也去当中呢，哦，查某人较水的，中间无逐个来袂去欺负我呢，你若无配合呢？甲你配你的花呢，甲你掠去海中的腰子，甲你挂起来呢，什么花甲你挂起来，什么鸟甲你，然后甲了事呢？哦，迄叫做主宰你听无？叫做猪仔呢，做猪仔咧甲你卖呢，你无听我甲你讲，甲你拍，甚至甲你关做水牢，迄水牢是关伫迄个臭毛毛的内底，迄种虫咧扫咧，你困伫遐准一个头尔，迄做一个铁碗。你人就会徛袂起，久会落，坐袂落。你有法度顾啊？你咧甲顾安尼落啦，安尼啦，坐袂落，徛袂起，你顾安尼啦，你有法度顾啊？爱袂叫好，但是你爱袂叫好，伊会艰苦袂？伊看你爱袂叫好，伊就欢喜。你无挑用电棒来电，迄个甲你，入去了后。用着遮个恶质、遮个夭寿的手段来对付着咧山顶的人，当因果开始背，所以今仔日个当中，因的罪孽有淡有，但是伊有后悔，已经后悔，伊有想要重新做，有后悔无？就我拄则讲，三宝道伊嘛想要出来，但是伊咧修行，伊的刑法刑期咧还袂到。你嘛无可能出来，所以人讲啥？你做啥物因会结啥物果？所以咱今日真正，咱阿倒无做三善道，咱也袂歹。所以呢，因为即个畜生的众生啊，
伊互束缚伫牛齿之苦的内面啦。哦，即、个所在要听讲说根本啦吼，不懂吼，啥物啦吼，伊今仔日当中，牛齿迄个人，卖齿迄个人，伊着一世人惊享受命，根本伊才甲你有佛法无法，所以他正受这个事，这个事就是燃烧的意思。燃烧的离无明感的痛苦，离无有停息，根本无空间出来表表，所以而且内面人当中的无条差不多足些个情况。咱今日一贯的技术，莫讲技术，咱莫讲一平等的众生。咱今日大家搁会当来食菜，会当来受食，会当来得道，搁会当来修道。三善道内底当中哦，天道、人道、阿修罗道哦，以上是讲一般的，但是咱是三善道内底当中，咱咧修菩萨道的，迄毋是咱若以咱即个级数，咱毋是三善道内底哦，是伫三善道内底伊的级数，毋是三善道，因为伊的级数你是修菩萨道哦。啊无你看吼，一般顶的人有这个无？你搁要叫伊听道理？你讲要叫伊食菜，敢有可能？无可能。所以咱来知影吼。所以这个当中，如佛塔庙佛所说的，你会尊重这点人。所以供养是啥物？这10项：香花灯土果茶食煮衣物供养，供养随咧随分所。随你所做出来范围给来供养，但是这个供养要发出的虔诚的恭敬心，这个叫做福报就会足大，才会达到殊胜的意义。为什么供养这个佛塔庙？哦，现在讲供养佛塔庙，哦，这个供养这个庙的内底，哦。拢是虔诚恭敬的心，因为塔寺是供佛的舍利做的地方，迄个庙是供养拢会时阵啊，因为印度啦吼，伊的庙内底就是伊的寺内底就是庙啦，到咱中国大家分做塔寺，寺就是讲庙就是较大间啦。啊，寺就较细间啦，啊塔就是一般顶的吼，叫做像咱即个讲老骨塔吼，伊是伫过去咱印度就是叫做塔寺塔庙安就对啦吼。啊你即个你看到塔寺庙，如果你上紧的人啦吼，你马上望入了庄严，伊就生出了欢喜啦。随后，你的心就清净智慧就出来啊！攻击无量无边啊！为什么呢？因为清净的智慧，这是一种对心无这样的执着，无漏自我，伊恭敬伊是恭敬，随恭敬，任运自如啦吼。这个物件比较讲起来，咱和合接触，迄个。去到印度，我印度去到迄个塔拉玛，咱头仔囝塔拉玛翕相，塔拉玛有搭过手，安尼因为这是这是迄个藏区西藏，西藏的塔拉玛，咱嘛知伊是逃亡，伊若当时走无离啦伊的意思怎么代表？伊伫戈壁沙漠走伫喜马拉雅山，用行去到进目前中拉萨，就是咱印度真个大个所在。迄个所在我甲你讲话，我伫台湾坐飞机坐到香港，我坐2点钟，拄啊伫迄暝，拄啊对香港飞飞机飞新德里，印度新德里，我飞5点钟。含伊转机去到遐，因为新德里、印度差咱台湾2点半钟，安尼，
但是去到遐时间要10点啊，咱的时间已经翻1点啊。阮伫啊，落来嘛无食饭啦，落去机顶吃尔。啊，落来当中，伊倒离飞机场载我去饭店，爱要车1点钟的车。啊，阮着逐个着忝啊，身躯洗洗，慢慢在6点爱爬起来，7点出门，驶14点钟的车。14点钟，因为车开始出门，驶10点钟的平地，4点钟的山路。哦，去到山脚去，要4点钟就对了。迄山路雪个条啊，规日，迄个印度迄个司机吼，乌噜噜的迄吼，开车跋山的，迄哪是咧赛会呢？是你会惊死我无见。迄若阮少年点嘛说我爱开车，安尼对啦。你也袂使说伊嘛听无啦，但是伊啥讲你咧惊，但是伊嘛无咧甲管。阮现在买一辆车去，伊阮路细条，伊辆车去海去到你就麻烦。阮坐7台轿车去，你毋是暗晡7台，去到啊，我真暝2日。迄笔去对遐倒来，带伫垃圾，4点爬起来，4点半集合，4点半出发，了到山脚4点钟，了山脚食饭食饱，到坐10点钟，到这车都开10点钟到新德里机场。啊，新德里机场阮暗晡伫啊，因为李永祥就做一路伫遐食，我大家规身拢有心啊，好，迄个汤也无菜，食到熟个，汤到大家拢安尼，因为有心嘛，车开14点钟，安尼啦。迄暝坐10点45，新德里飞机倒到香港，我6点45分，6点45分，我到坐9点5分到我台北到11点，离台北我坐台北遐2公里，搁坐高铁的，搁到咱嘉义，到我到前后遐，我翻2点。我一暝2日拢无瞓，但是我咧讲这物件啦我咧讲这物件，咱对咱是人咧甲讲起，因是对咱足尊重、足尊敬啊。你若讲一般顶个团体里面，迄咱想要再会，你听无？迄个因迄个老人，因要去到山顶迄个车啊是无冷气的，嘛无像咱咧游览车较。咱想咧载学生啊，去看，迄条个椅啊，小坐安尼尔坐安尼，伊咧靠背了，只一半尔，嘛头嘛袂当开，就乌仔送啦，薄仔啦，为着要去见着阿妈，为着要去垃圾，你看偌辛苦，你敢知影？迄下涂涂啊袂涂，伊迄落车我去拄仔伫半路，伫山顶半路，迄只车我叫，因为可能要弯无过啊，叫卡着迄个内底迄个车底叫靠着大船送袂去，放袂落。迄阵人一阵印度船落来伫后壁迄阵人免得把迄台车送落去。迄人到尾老直对其他嘛毋知影。要去过真足辛苦的呢，但是迄去年你敢知影？毋是一般顶个人会当去，阮19个，阮是总会去19个，19个了后，因为阮的名册要先过，所有的名册拢爱报第一关，甲你审查你的资料，护照要寄哦，护照我去袂当寄哦，你一字字英文对，你就袂当寄啊。第一关审查有过，第二关行李，你的行李爱下边，第3关你的手机爱收起来，就一块牌互你，你当来收你的手机第4关就经过一个迄个路你行过，若比就叫你倒来摸我身躯，你身躯是安尼比，像你坐飞机安尼啦，你听无？比到你身躯完全拢无物件，互啥互你去？去当中迄犯罪足济呢，迄入味当中是军队咧看，拢举枪咧看呢。拢举枪咧看呢，迄是军队咧看呢。即摆入去，遐拜要见着可能差不多爱拜偌久，
上次爱讲法，你爱徛一点钟。但是阮进行一日，因的秘书长啦吼，因打南啊秘书长有含阮开会开点半钟话，进行2点钟开会。迄个秘书长进行就是在咱台北，咱台湾有打南啊的办事处，伊来这2年，伊20年，伊欢喜所讲，安尼，甲阮安排阮迄个团体的当中，安排阮上尾啊去团。但是呢，因为因带阮去一间贵宾室比较济，遐福利比较济，因迄阵人照排队的，一个，但是打哪摆也袂出来，因着规着迄个排，打哪摆以后，因规着迄个排，着迄个排，啊，毋知排哪好名，看到打哪摆目屎一直流啦，一直流目屎一直流。即马去到安尼，因为足紧的嘛，遐济人，即马来牵一个手，爱着过来牵一个手就过来，惊牵迄手牵着咱就要颠着安尼，迄目屎过袂去。迄卫生纸都切啊，一个拢安，分卫生纸啊后呢迄个，我咧讲尊重地主，有感动无？有感动无？咱是咧看到。但是阮就甲讲，我无要来管警，我嘛无要来创哪个，是宗教交流，我是平等大家的平等宗教的交流。因为咱一个叫做无任所大使，保中是无任所大使，第二就是保中是全球总会理事长，啊，甲简清华是中华民国一个总会理事长，包括秘书长。啊，包括环球总会的副理事长，啊，甲迄个谢前人，阮这个人，甲讲迄个医院道的领导去他们做交流。但是我即摆咧讲这物件来讲，咱去了后，伊去看到迄个所在尔，看到迄个庙甲塔甲死尔，目屎过袂去，迄有虔诚无？有感动无？你莫看到迄个真正是中国大陆的西藏啊，离山骹迄个拜，爱一个爬起，即个用迄塑胶有无？吼，拜落，并落，爬起，再行两步，拜落，并落，爬起，有无？对山骹拜到伫山顶去，你有法度无？你拜我看下，你拜无我看你就分去啊。但是咱无当拜去，那迄种的虔诚，迄种的真正，迄种的尊重啦吼，你看吼，讲着无论有变，为什么呢？因为迄个清净的地位就走出来，有我无？伊若我靠，我今日，咱互我行一段就欠我要下个，我这后山我都不去，我着休叫，因为迄个80转因都去。因为因把迄个贴，甲迄个有我的迄个物件已经摕掉了，因只是一个地位走出来，今日去会当嘛见着，因咱叫做华王嘛吼，然后叫做尊王嘛，王叫做尊，叫做尊王啦，吼叫尊王，然后叫华王嘛，华王甲然后尊王，因拢安尼叫嘛。要建一个法王，要叫一个尊王，伊得着世界诺贝尔奖，世界诺贝尔和平奖嘛，应该大家拢知影。所以要看到一个伊本人，其实若要甲讲起来，你讲看到伊足尊贵嘛？你讲看到伊看到你就成佛人嘛？毋是安尼。因为看到伊对你内心世界产生一个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上者相。一心就是感恩，一心就是智慧，一心就是清净，一心就是欢喜。你讲应该讲嘛？应讲袂艰苦。你讲咱艰苦个，伊对咱遮个艰苦，无要艰苦是。要食印度饭食落去，印度饭啊，分伊啊，一粒变着走起来，3、4个菜拢迄印度味个，迄种猪肉素个迄种物件。较低顶悬，印度人杀咧咧夹咧夹咧，看看所有只。啊！伊煮3、4个出来，较一个饭，饭比咱就准备遐饭就走去了。你若
看印度人咧食饭就知影嘛吼。啊，即马迄个咧什么也无菜，无菜啦，拢惊死个迄个叫做素的迄物啊。啊，拢是印度米饭啊米啊米啊。啊，其实，但是食一顿感觉勉强吼，啊食第二顿愈下来吼，你真正发着就讨厌啦。但是无食佫袂使，要凊彩食者无免嘛。连续一礼拜一条拢瘦。哦喏。一礼拜就拢瘦，然后你讲我无走泡面条，我看迄个人食，我泡面就无。我伫海我真清个警员，所以讲过了吼，起了清净的地位。我讲，人起了清净的地位，我起了什么心？哦，这起一摆来，差人较济了嘛。所以你迄心特别达到无满，你真正见一个，其实毋是讲见了法度，你以内心世界就变迄个法度走出来。哦，真诶，价值就是伊已经任运自由啊，伊已经任运自由。哦，什么叫任运自由？任运就是讲任着迄个环境，你来自由，我袂感觉安讲。哦，任着迄个环境，我嘛袂感觉我食，我嘛袂感觉食创办，我嘛袂感觉，我惊看着即个，我着一心清净，我着创欢喜啊，已经即个物件。所以即个内底人，即个所在有即个相信，人知影啦。庙就是塔就是塔庙伊是不分的啦吼，塔庙是印度来讲是小的民俗啦，由高国就讲塔就是塔，庙是庙啦吼，这个中国人分开来的啦，人伫印度是不分这物件啦吼，所以咱有真正去参悟着、参访着。嘛实在是讲，我嘛觉讲一生啦吼，会当行即段嘛是虽然讲笑啦吼，嘛是有一个价值伫个啦。因为后早期我要看着即个啦，嘛袂记看会到，到4岁啊嘛吼，去吼，因为伊要出来，啊得用迄只电车，伊迄个一个山路啊，迄山路入去，二所在拢毋敢入去啊，啊只电车较载啊，吼啊伊有2个护驾。你去含手伊拢会看你的手哦，看你会甲伤害着，伊迄是一个作准备啊，你看你会去甲安怎着袂，你家己看晓。2支卡面啊，你家己翕，2支卡面啊，家己翕，你拢袂使走，但是翕的，到随你传互你，无你学袂翕的，内底拢无你学袂翕，安尼。啊，所以呢，因为咱一世人会当去到迄个所在。迄后壁就是喜马拉雅山，喜马拉雅山恁知影无？喜马拉雅山伊个迄个山岭，因为阮看过后山到喜马拉雅山，喜马拉雅山内底拢叫做白雪、白雪啊。但是伊内底喜马拉雅山伊有珠峰啦，珠峰有8800要到9000啦，世界上悬的山头就是伫遐，安尼。迄个喜马拉雅山的山峰啊吼。迄山岭在台湾的9倍长啦，即个台湾的9倍长，迄个山岭在台湾的9倍长啦，安尼啦。而且看起，因为会当看到因的后山，迄个喜马拉雅山的山岭，会当看到遐物。其实虽然真辛苦，按你迄个高中作业环境无介好，但是哇，一个人有够老，迄欠小克，讲小克。啊，所以这是咱我即处嘛，正认真啊吼，代表咱有性格，甲总会吼，世界环球世界一般总会，包括咱台湾一般总会即处，会当去到这个印度吼，到拉萨，伫遐当中达赖喇嘛甚至甲那个仁波切，迄个仁波切吼。迄仁波切，迄讲叫做翻场吼，迄个转世，含伊遐交流啦吼。咱即马继续这个本文嘛吼。何况有人，尽能受持作相，苏菩提，当知是言，
成就最上第一稀有之法。成就最上第稀有之法。若是经典所在之处，若是经典所在之处，即为有佛，即为有佛，尊重地主。若尊重地主。哦，即句话呢，伊后壁继续啦吼，咱即个佛道继续。何况有人，讲甚至还有即种人，即种人是啥物人？真能受持托相。即个人咱互我了解就讲起来吼。即个何况有人真能受持托相，会当受持托相全部的金刚经啦吼。咱互我过去捌讲过，即个受持伫佛经的内底当中，咱常听到受持此经，那受持什么啦吼？受就是受其文，持就是持其义。念那有心叫做受，意念不忘叫做持。受意持拢是受持之意，对着这本谱来讲的叫做托相。唔看谱的人，把经文背到心内去，叫做哪？叫做朗诵，叫做诵经。好像早起做叫做课诵，唔是叫做课读。伊叫做课诵，唔是叫做课诵，不是课读啦吼。拢伫心内，想出来物件。因为即句话内底当中呢，因为咱互我是感受讲，即个修，即个真灵，迄个真就是讲无保留，真就是叫做真心。伊头前甲你教一真叫做真心，无虚伪。咱即摆来讲是较简单的，咱今暗时早晚现象，咱有影歹到作业。莫讲因今仔日上咧，拢几点钟？我即摆进前一摆，我去迄个印尼我做亲的嘛印尼带迄个一个迄个天机单位，有一个五点书圣罗啦，分科的5点的书啦。我去阮即阵人我去住伫遐食。伫遐分连续住5天，因为我要去看迄个印尼雅加达的迄个道场，我袂当要开我一个道场袂安尼，我是要去住人的兜，咱嘛是有那是请迄个甲咱安排啦吼，再咱去迄个看所在，搁请再咱出外口请咱去食饭嘛，对咱足好啦。但是早拜拜当中伊上一本经伊对无上深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无无见无着无咩，对开经题迄个讲，迄本经典上少你读差不多40分。因昆道用背的因昆道因拢昆道用背阮昆道用敲，含义了有40分但是因本来是讲一概念，但是因的7月讲加一概，因暗时我咧讲逐日拜了，搁拖只对迄个什物，迄个对弥勒真经啦，对迄个什物迄个哪个呢？迄个这个外国的什物救国真经啦，什物心经啦，都反正10几篇就对啦。多练40分，下早时练一届，下晡时练一届，有心有无？真正无简单。咱今练一段弥勒真经，咱练个伊练10几篇就对啦，一本破来遐落，迄本破一头先练法了。真能受持，托相，所以伊是托经。我过去甲你讲的上经啦民佛教上内底当中，
有分做哪呢？分做4种的想法。哦，迄个观想，哦，迄个观想诵法，语文想法、观想想法，观想想法，做想诵有分做4种。一种语文诵法，语文想法，离佛教上内底当中，伊唱出来讲，伊就是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即句话一直咧翻通，一直咧翻通，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一直。这叫做语文诵。但是这叫做观想诵法，伊嘴咧念，但是心咧想50句，爱想100句，伊就走到头前，伊就甲拜上。西方极乐是我家，阿弥陀佛是慈父，慈父快快来救援，救援让子回老家。因这个观想诵法，有一种叫做观想诵法，伊嘴咧念，但是心咧想，因为阿弥陀佛，伊有人类的丈六的精神，人类的精心，他身有无量相，相有无量好，好有无量的庄严。伊的相，伊就是这第3种，第4种就是做定对顶的想法。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就讲咱人要离开了后，因为叫做做定，做定的一定，伊即要走，你一定念阿弥陀，念阿弥陀，念紧。做定的一节一直咧喊，一直喊。所以你佛教上伊上经无离这4种的想法，但是你就什么经典，迄技术，但是伊就做4个，叫做语文诵法、观想诵法、观想诵法、做定诵法，伊分这4种，所以咱叫做读诵，读叫做读经，诵叫做上经，读就是语经文，你念就参照咱这一贯道参照9回。即回当中，咱就读经啦，读经背经啦，把因圣义的经典背透啦。上就是已经我已经有背起来，我任何毋免看册，我有法度靠上来相传。何况有人受持，受就是领纳心，受持全部金刚经，所以受是受其文，是其义。咱华主教讲。你受其文，经典的文章有分做3种。第1种叫做语文解义，第2种叫做清解语处，第3叫做义理归处，有分做这3种。但是语文就是咱佛教上叫做哪？叫做文字般若，第2叫做观照般若，第3叫做实相般若，伊分做这3种。毋过呢，伫经文的当中，伊咧解释讲语文解义，义理归处，清解义处的义理归处，伊嘛分做这3个意思。但这3个意思，含咱和进前咧讲的文艺法界、观照法界、甲实相法界，完全拢共意思。所以是义。那领导伊先叫做修，意念不忘叫做持，修依持拢是受持义。修就是刻起来，持就是袂使叫袂记。安尼对啦。有啦，咱有阵时啊读得足认真啦。咱互我过去对金刚经啦，嘛是足用心咧背啦毋知，但是持袂牢啦3日无日爬条树，有阵时啊咱久无咧甲爬，好你讲什么对错我知影。但是你讲到低头背起来，若无倒溜搁背，你上背念到头，也就叫长在啦所以呢，这叫做没有办法长持，意念不忘，袂使叫袂叫持，受依持拢是受持，伊对着这本簿啊叫做读诵啦毋免看簿啊，咱我拄则讲叫做诵经，咱和尚啦早起起来。叫做课诵，伊毋是叫做课，伊毋是叫做课读，课诵因为拢是为心内而上出
靠对咱的心讲出来物件啦吼。苏摩地吼，即摆继续对你讲啦吼，即红的拢就是伊的本文啦吼，佛叫啥苏摩地啦吼。佛在叫声当机者，当机是人，你应当知影，即个真灵受持读诵金刚经的人，应该是安尼，当机是人，你会知影即个人哦，即个人会当去受持读诵金刚经即个人，就参照讲咱今日去，而且咧受持读诵。大家咧研究着即套金刚经，咱即个啊，伊即句话就是安尼讲。后壁安怎讲？伊就甲你讲啦吼，即个受持读诵，即个人，毋是一般顶的凡夫哦，伊是发大诚心的人哦，伊是发阿妙多罗三藐三菩提心的人哦，即个发心最起码发到菩萨。而发是到菩萨的人，而能达到成就最上第稀有智慧。这是佛陀亲嘴讲的，这不是我讲的。咱今日现在而且咧受持读诵这部经文经，恁毋是一般顶的凡夫，一般顶的凡夫有当做我遮，因为恁是发大诚心的，发最上心。最上诚心的人，因为金刚经就是安尼嘛。如来是为发大乘者说，为发最上乘者说嘛。但是若有人受持读诵，如来实体是人，实见是人，家己成就不可量、不可称、无为边、不可思议功德嘛。这个物件你若甲听落来吼，不可量、不可称、无为边、不可思议，安尼晓无？这是拢讲啊真啊。这个功德毋是用着数量会当去甲伊做者有啊，含三节内这世界七宝，而11粒地球的七宝，1粒地球的七宝都不足以受持读诵处理这个人。如来是真理者、神理者、如理者、不公理者、不如理者，伊绝对袂去骗人物件。所以讲到这个物件讲啊吼，后壁倒互恁看者。所以我哋当地是人，即句话，你会不计声所地会了解即点，当地是人会当叫一声当地者，当地是人，你会了解，即个真灵是为读诵金刚经即个人，即个人，即句话就安尼解说受持读诵，即毋是一般顶的凡夫啊，这是发大诚心的人，伊发就是阿弥陀佛三藐三菩提心。伊发的就是无上正定正觉的心法。我拄才咧甲恁讲无毋对啊。今日你若讲受持，你若咧动金刚经去到几了，太无功德。那是不可思议的功德呢。因为无形大德，他会讲袂摕，伊绝对摕，伊绝对会接受的物件。所以呢，伊甲你讲，阿妙多罗。无上三藐叫做正经，三菩提叫做正觉。这个文是印度的文，翻做中国话，但是义就是这四义叫做无上，无上叫做哪？无人比较上，三藐叫做菩萨，三菩提叫做觉，叫做正觉，所以叫做正定正觉。正定正觉，有正定，伊这若会对会讲起来啦吼。三菩提叫做哪？叫做正觉，因为伊无正定，阿罗汉，因为伊得着三菩提，伊得着正觉。但是这个三藐，伊三藐就是讲，伊这个菩萨，菩萨伊这个叫做正觉，这个叫做正定，正定叫做平定，有一个三藐正定，甲有一个三菩提正觉，正定甲正觉加咧，伊叫做哪？伊叫做菩萨。但是伊有正觉，达到正定，伊无圆满，所以袂当达到阿弥陀罗，袂当达到无上。但是因这两个人圆满，才达到阿弥陀罗，才达到无上。这四义叫做无上。叫做无上正定正觉，
解释就是安尼。你今日会当发大成心的人，你会当得到一个清净无量的心。这句话咱来看就是安尼，会当得到一个无上无量的心的菩提心的人，这种发心的人，最起码要有烦恼菩萨来思考。什么叫做烦恼菩萨？咱无过去我甲恁讲，一切现象，因为阿罗汉叫做小相，但是到烦恼菩萨，你智慧烦恼菩萨应该三业，一切现象，现叫三业，性叫实相，实地。所以金刚经一切现象，大义无法。义有差别，一切现象，金刚经的第七分的后边就讲着这两个物件，这若要解释你唔捌，因为现叫做三现，因为佛有52菩萨位，就是就是十性，第二叫做十住，第三叫做十名，第四叫做十回向，第五叫十地，来顶讲，来了解。迄个52菩萨位，52菩萨位，因为十性、十住、十行、十回向，这个十性内底还袂当算到现位，还袂使算到现位。十住、十行、十回向，咱会当讲到现位。这个现位就是讲叫咱伊叫做宽教、全教。伊袂当讲实教，伊袂当叫实教，没有实教。实教，伊叫做权。你要甲讲阿罗汉，伊佫是阿罗汉的顶权；你要讲菩萨，伊佫是菩萨的下底。所以甲或者因佛教上叫做三现，叫做十住、十行，这叫做十现。但是这三现因为这个十住，你十进有落来，你这心安住会调安住会调，你得爱得行袂变故袂变故，你到尾你要做回向位你才能证得十地菩萨十地，这就是讲十地就讲十叫做十相。初地、二地、三地、四地、五地、六地、七地、八地、九地、十地，叫做十地菩萨。安尼叫做这两规甲加起来，叫做一切现象。所以咱而且有看到啦，梵教菩萨有无？实教菩萨有无？这个梵教菩萨就是咧讲十住、十行、十回向。这个实教菩萨就咧讲啥物件？就是讲现象，毋过伊拢会受无为法，拢会受无为法，袂使有执着。但是二有差别，差别叫做差别位叫做世间的差别位，啥物叫做世间的差别位？因为佛菩萨有这个佛位、菩萨位，这种一个赞处，就参照咱真言、老真言、天言这本书嘛，这本书嘛，助你领进这个差别法。毋过这个是你世间的方便安利。
这拢和要成佛无关系，因为要成佛就一定爱哪？爱违法，爱违法。所以无论你是修实性，还是修三业，拢爱修违法。你无修法，你就无法度去到要实地顶到妙法，要成到佛，这已经就无啦，这就无啦。所以一定要修违法，有差别。所以呢，伫这当中，反教甲实教，安尼讲来，咱就听有啦吼。当然，因为你有种达到反教、实教，你伫这当中实际来叫顶到妙法，来叫做。所以成就最上第有是法，清净法身、万法不生、千法百法身，扫出来。咱今日先讲到这啦吼，因为时间已经9点半，而且当中啦吼，讲的人家毕竟时间就较早过，当然若无啥清楚会当私底下问咱嘛吼，因为即款物件。就产生咧糊涂包，豆包包当有味啦，你剩的无味啦，都豆包包，豆包讲你有概念，豆包讲你有概念，有概念了后，你去斟做啦吼。我有一个迄个就是宝贝嘛，迄个宝贝吼，伊听我咧讲遮个话，傅建民，我入学校内底刚讲20几年。我收迄个网络的吼，我入来这我去到，我嘛要去到你讲我迄个拜金达人我去10天诶，伊安尼算是不高兴咧，啥个？伊就讲我讲这会听较毋捌，但是我听啊足好，但是我记袂起来，讲这爱慢慢去甲深入，慢慢去甲了解，毋是讲哇听起来你一概就法度，咱而且讲40万年而且烦恼一直咧烦恼咧讲这个物件，敢是安尼吼？所以就是参法，你一定要哪，要温故知新，一直去甲听到尾，你就慢慢了解。你捌了后，就变成你的物件。嘿，要拜咱学校，咱学校然后迄个倾向，咱学校要讲。迄个学当理解的概念啦吼，然后有时间大家做伙听礼拜吼，今天讲到这个所在，最后祝咱各位大家身体愉快，身体健康，好，谢谢各位。感谢我们这边连道一公。坤道一公，第8向无极老母行30公里，前道一公，再一公，30公，感谢护前人1公，坤道1公，再一公，30公，感谢护前人慈悲1公。持驾向无极老母行30公里，前道1公，再1公，30公，持驾前人1公，送驾护前人1公，持驾点传师1公，坤道1公，再1公，30公，持驾前人1公，送驾护前人1公。持驾点传师1公。好。他们